美麗華旅遊歐洲10天精選推介 EWVS 10。第一日，我哋會坐大約13個鐘頭飛機去倫敦。嚟到英國一定要同大笨鐘 say 個 hi 啦！我哋仲會去金碧輝煌嘅白金漢宮，亦即係英女王嘅皇宮，感受一下英國皇室嘅宏偉氣派。跟住就會去聖保羅大教堂睇下呢一個世界第2大圓頂，仲有歷代英皇加冕嘅西敏寺。再去宏偉有具代表性嘅倫敦塔橋。第二日，我哋會坐2個鐘頭飛機去到羅馬。依家企喺羅馬鬥獸場嘅門外，感覺就好似翻返去古羅馬時期一樣啊！嚟到許願泉就梗係要嗱嗱聲許翻個願先啦，只要攞一個硬幣背住許願泉向後拋就搞掂噶啦。去。歐洲人特別中意食甜嘢啊，好似喺羅馬呢一度四周圍都會見到好多雪糕店同埋咖啡店。喺意大利食嘅雪糕果然係特別香滑啊！飲埋杯咖啡咁就 perfect 啦。之後就會去到君士坦丁凱旋門，同埋梵蒂岡參觀聖彼得大教堂。梵蒂岡係一個獨立嘅國家，雖然面積只有0.44平方公里，但係佢嘅聖彼得大教堂就係全世界最大嘅教堂啊！足足可以容納30萬信眾咁多啊！聖彼得大教堂入面真係好大㗎，空間感十足。另外，梵蒂岡嘅聖門每25年先至會開一次，對上一次開已經係2000年嘅事。如果要再次見證到呢一個咁重要嘅時刻，就要等到2025年先至會睇到啦。呢度就係佛羅倫斯嘅米高安哲盧廣場，上到嚟山頂先至可以欣賞到佛羅倫斯嘅全景㗎。大家嚟到比薩斜塔嘅指定動作，都不外乎係頂住個塔，又或者係托住個塔嘅。但係要影到一張成功嘅合照，揸相機嗰個人嘅攝影技術都好考功夫㗎。攝影師，呢一個角度啱唔啱啊？褪嗰啲啊！睇完比薩斜塔，我哋就會出發去到威尼斯。大家睇下，成個聖馬可廣場都非常之熱鬧啊！事不宜遲，依家就帶大家去坐貢多拉。嚟到威尼斯呢個有水都之稱嘅地方，就梗係要坐下呢一隻嘅貢多拉嘅船仔啦。喺威尼斯呢一個咁靚嘅地方，坐住隻船望下周圍嘅風景，沿住有海風吹埋嚟嘅感覺，真係好寫意啊！第5日，我哋就會去到維羅納欣賞朱麗葉銅像、競技場，之後就會嚟到米蘭嘅多奧莫大教堂以及歌劇院。好多人嚟到米蘭，一定會嚟到時裝之都 shopping。第6日，我哋會嚟到瑞士琉森參觀獅子紀念碑。呢條咁有 feel 嘅木橋係中古式古橋，喺度可以欣賞到天鵝嘅千嬌百美。離開琉森，依家就會坐纜車上鐵力士雪山睇雪景。坐咗45分鐘嘅纜車，終於上到嚟鐵力士雪山啦！呢度一望無際嘅阿爾卑斯山山脈，群峰橫列，氣勢磅礴，加埋今日咁靚嘅天氣，周圍嘅景色真係好靚啊！呢個冰洞已經有成1000年嘅歷史，入到去成個雪櫃一樣。以前未有房屋嗰陣，山上面嘅人就居住喺入面㗎啦。第7日，我哋會嚟到瑞士，瑞士亦係出產名錶嘅地方。隔籬仲有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商店俾大家 shopping。瑞士真係一個好靚嘅地方啊，好唔捨得走啊！第8日，我哋就會嚟到巴黎呢一個浪漫之都。第一站會嚟到巴黎嘅地標凱旋門、香榭麗舍大道，嚟到點都要行返轉啦。參觀完協和廣場、拿破崙墓、
我哋就會去到塞納河遊船河。依家就嚟到塞納河呢度坐觀光船，等大家可以一次過用唔同角度去欣賞巴黎呢一個浪漫之都啊！由著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嘅羅浮宮玻璃金字塔，真係令大家大開眼界啊！羅浮宮入面陳列咗好多極具收藏價值嘅古董同埋雕像，仲有價值連城嘅名畫，好似有大家熟悉嘅蒙羅麗莎像，以及文藝復興時期嘅文物，真係好值得大家欣賞㗎。老佛爺百貨以及春天百貨，等大家嚟到可以盡情 shopping， 就會離開巴黎，乘坐2小時火車返到倫敦，再轉乘13個小時飛機返到香港。想喺西歐玩得咁開心，就快啲嚟美麗華旅遊報名啦！